裝修係人生中一筆唔細嘅投資，尤其是香港本身居住空間唔大。睇完呢條片之後，希望你哋唔會中伏。第一，天花收納，表面睇天花位可以好慳位，攞嚟做儲物空間好似好聰明，但現實係，如果你攞走廊做高位櫃，冇側開門，只可以由下而上塞嘢入去，其實係非常唔方便嘅。反而喺假天花做深燈，又靚又有空間感。好多人裝修初期都話想要個浴缸，但其實呢啲都只係你幻想。浴缸一年浸唔夠3次，每次清潔又麻煩又怕濕滑。最嚴重嘅係，如果你屋企有老人家或者小朋友進出，其實係有危險嘅。所以如果唔係堅持每日浸浴，企缸反而更加實際、安全、慳位。再唔係加多個水泥座位，其實已經好舒服。水龍頭、馬桶呢啲咁嘅潔具，可能有啲人會覺得平平地淘一個翻嚟已經好夠用啦。但現實係，內地同埋香港嘅水壓其實係唔同嘅，隨時用下會爆開，到時要全屋換過晒家私、地板、電器，仲金。與其慳第一筆，不如投資落一啲用得耐嘅物料度，長遠先唔使煩。裝修唔係追潮流，千祈唔好貪平，而係要諗清楚呢個設計你會點樣用，用幾耐。我哋已經幫過好多唔同嘅家居進行諮詢同埋設計。如果你都想揾人幫你設計你嘅 dream house，聯絡我哋，免費報價。